老友話：親愛嘅朋友們，大家好，今日要傾一個非常重要嘅主題，我哋一世都唔想遇到，但一旦發生，處理順序如果錯咗，後果會非常嚴重。咁就係智慧型手機唔小心遺失嘅時候，第一步該做乜嘢？喺分享正確步驟之前，我想先做一個防震教育。有一位擁有20年資安防護經驗嘅專家特別提醒，手機遺失之後，請唔好即刻衝去報案。依佢嘅經驗，99%嘅人第一步就做錯啦。好多人以為嘢唔見就報警，理所當然。但呢個念頭可能會讓你喺短短10幾分鐘、半小時內，銀行帳戶嘅錢被轉光，甚至仲喺你唔知情嘅情況下背上數十萬嘅網貸。呢絕唔係危言聳聽，冷靜諗下而家嘅情況，手機早已不只係用嚟打電話，佢就好似我哋嘅第二分身，叫外送、搭車、支付、聯絡親友。幾乎生活嘅一切都綁喺呢支手機上。更重要嘅係，手機唔只存住我哋嘅社交帳號與通訊錄，仲綁定信用卡、銀行帳戶，裏邊更有最私密嘅個人資料。所以一旦手機遺失，焦慮得撞熱鍋上嘅螞蟻好正常。如果第一個反應係衝去派出所報案，請再諗下，報案需要填資料、做筆錄，最快半小時。慢則1小時以上。對於有不良意圖執到你手機嘅人嚟講，呢段時間足夠佢把你嘅手機從頭到尾研究一遍。最常被利用嘅就係手機嘅簡訊驗證碼。只要佢能收到驗證碼，就能輕鬆登入你嘅 Line、Facebook， 甚至你嘅網銀，將帳戶嘅錢一筆筆轉走。更可怕嘅係，仲可能冒用你嘅名義向國家網絡貸款公司申貸，等帳單來了，先至發現自己瞬間背債。諗到呢度，係咪背脊發涼？所以今日一定要將資安專家反覆強調嘅救命 SWOT 記錄。手機遺失嘅時候，請記住唔好慌，亦都唔好先報警，冷靜依序完成以下6步。第一步，先保護我哋辛苦一輩子嘅財產，立刻借一支電話打俾自己嘅手機，不論向餐廳老闆或者路人借都可以。呢一步好重要，唔好先假設手機一定落入壞人手裏邊，可能只係滑出口袋卡喺附近真到下，或者被好心人執走。此時唔好傳簡訊，因為鎖屏狀態，對方睇唔到訊息。直接撥電話最有效。如果接通且有人接聽，請禮貌溝通何處方便取回，並告知會準備小紅包致謝，呢個能大幅提高歸還機率。如果久撥冇人接，響1、2聲就掛，甚至關機，通常情況唔單純，即刻進入第二步。第二步，飛速申請門號停用，掛失 SIM 卡。呢個係所有動作中最關鍵、最急迫嘅一步，因為而家太多 App、網站甚至金融服務把你嘅手機號碼當作最後一道身份驗證關卡。只要有人能夠接收到你號碼嘅簡訊驗證碼，就有好高機率能夠破解你嘅各種密碼。務必立刻打俾電信業者申請門號停用。建議平時把國家客服碼寫喺錢包小紙條上備用。接通後，直接請轉人工客服，清楚告知我嘅手機遺失，需要立即掛失 SIM， 暫停門號。第3步，凍結行動支付與電子錢包。喺打電訊或者完成掛失之後，立刻處理你常用嘅支付工具，例如 Line Pay 等。可借用他人手機或者電腦登入官網或者聯繫線上客服。若揾唔到，直接打客服中心，請求暫時凍結帳戶交易功能，避免執到手機嘅人盜用。第4步，凍結所有綁定嘅銀行金融卡與信用卡。只要你嘅銀行帳戶或者係信用卡有綁任何行動支付，或者你習慣用網銀，立刻打俾銀行，客服電話印喺卡片背面。接通之後請專員，我嘅手機遺失。
出於安全需要，暫時凍結我名下所有卡嘅交易功能，尤其係網銀轉帳同信用卡交易。呢一步好重要，因為行動網銀嘅每日轉帳上限通常比 ATM 提領上限高好多。歹徒可能用忘記密碼，俾系統把驗證碼送到你遺失嘅手機，跟住登入網銀把存款一次轉空。第5步，立刻通知全部親友，呢個係為咗防止歹徒冒充你詐騙親友。請盡快用其他方式，請家人或好友喺你嘅 Line 群、Facebook 或其他社群公告我嘅手機已經遺失，相關通訊軟體與號碼已經暫停。並提醒大家，凡係收到以你名義要錢或請代買點數等訊息，100%係詐騙，唔好受騙。第6步，再去派出所報案，並嘗試定位手機，等前述緊急止損都做完，再安心到就近派出所報案。請提供完整個知與手機資訊、品牌、型號、顏色，以及最重要嘅 IMEI， 通常喺手機盒上可揾到。完成報案取得報案3聯單，佢有重要法律效用。自你報案起，若手機被攞去做違法之事，呢份記錄能夠證明同你無關。報案後別忘咗，多數智慧型手機 iPhone 同 Android 都有尋找裝置功能 ，iPhone 可登入 iCloud 用尋找 ，Android 可登入 Google 帳號用 Find My Device。借用親友手機或者電腦登入之後，可喺地圖上睇到手機大概位置或最後發送信號嘅地點，按圖索驥，仍有機會揾返。最後，補辦新 SIM 卡。帶身份證到電信直營門市申辦新卡，新卡一啟用，舊卡立刻永久失效，即使對方日後開機，亦都收唔到信號。將新卡裝到備用機或者新手機之後，再一個個重新啟用 Line、行動支付、網銀等，把生活逐步恢復正軌。把遺失緊急 SOP 記熟後，我再傾另一個大家常見嘅煩惱——手機電池。手機用久電池續航變差，以前一日一充，而家可能一日要充2、3次。外出睇到電量低於20%就開始焦慮。以下係電池技術專家嘅幾個保養重點，幫你延緩電池老化。先理解為點解鋰電池會老化。近年手機功能更強，相機更猛，處理器更快，但電池技術冇突破性進展，所以續航一直係瓶頸。現今手機多用鋰離子電池，本質係化學電池，透過化學反應供電，必然會老化。老化後耐阻上升，可輸出功率下降，可儲電量縮水，你嘅直覺感受就係掉電變快。一般嚟講，手機電池係耗材，壽命有限，約500次完整充放循環後，容量會明顯下滑。100%用完算一個循環。要延長壽命，記住幾個實用習慣。冇用到自動關機先至充，好多人仲停留喺鎳澤電池時代嘅觀念，以為用光再充比較好。對鋰電嚟講，過度放電會重創電池內部化學活性，長期大幅縮短壽命。少量多次充電，因壽命以循環次數計。目標係拉長每個循環所涵蓋嘅時間，有機會就補電，唔使糾結精準電量。國外研究指出，若果能把電量大致維持喺65%到75%區間，壽命表現最佳。一般人不必咁精確，但原則係維持較高電量區間對電池比較好。避免邊充邊重度使用，特別係追劇、玩高效能遊戲，充電時電池本就升溫，再讓處理器高負載、螢幕高亮，設備整體溫度疊加上去。高溫係鋰電頭號殺手，長時間高溫會永久性損傷電池結構，容量回不來。長期使用仲常見另一問題，手機越用越卡，多半唔係儲存空間唔夠，而係記憶體 RAM 不足。
可以把 RAM 諗成書枱面積，同時開嘅 App 越多，枱面越滿，能處理嘅空間就越細，反應自然變慢。幾個簡單設定可稍微揾返順暢。到設定、電池、省電或相關頁面，開啟鎖屏後自動清理記憶體，設定鎖屏1分鐘後自動清理，關掉喺背景偷跑嘅 App， 釋放 RAM， 亦都更省電。視需求，手動開啟效能模式，以榨出 CPU 性能，會較耗電。若果手機支援記憶體擴展，以儲存空間模擬暫存記憶體，可開啟以減緩卡頓。日常省電小撇步，唔用時關閉不必要嘅定位、藍牙等，手動把螢幕亮度調到眼睛舒適但不過亮，甚至關掉，自動亮度，把不常用 App 嘅推播通知關掉，把自動休眠時間設定為30秒或1分鐘，善用系統內建省電模式，盡量避免讓手機暴曬或長置於高溫車內，使用原廠或有品質保證嘅充電器與線材，兼顧安全與效率。當然，若果手機已經用超過2-3年，以上方法都試過，續航仍舊不堪，咁多半代表該更換新電池啦。電池本來就係耗材，到咗就該退休。希望今日分享能夠喺你遇到手機遺失等緊急情況時，真係派上用場。亦願呢一啲日常電池保養技巧，俾大家用手機更聰明、更安全。結尾想問問你，邊一部分對你最有幫助？如果係手機遺失救命 SOP， 留言1；如果係電池保養技巧，留言2。若果兩者都實用，亦歡迎分享你嘅想法，俾我哋一齊把呢個生活中不可或缺嘅好夥伴用得更安心、更嘅智慧。老友話：我哋下次見。